在个世界老火碟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讲爱初上，记得讲我嘅法，有啲做本意准做笑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有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难易，用快又可以摆，有用嘅所在行行又停停，相爱又怪可以，嘅营养沙天爱天黑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做马该嘅功课嘅法，一群龙一个思念一样无穷变态，留白嘅梦，本一行啊，就从黑啦来个，呜哈。你有人意，也有人呀，直到时间不慢慢的你都快乐的快一个了就给，就本给离开爱的世界，想我给的，我用给的，给公路给我一个你是路，老板的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哎，某人哈，等一下，警察局查过诶，里头还会有乜嘅东西啊？人家讲啊，因落去抢去拍了讲啊。係真警邀請到嘛嘅，幾隻刑警做嘛嘅行外警察。哎，唔想落去處啲野轉燈啊，冇弄弄骨。奇怪誒，輪到得佢，做乜嘅唔講啊？冇問啊。哦，走，你去 G 片啊？我去 G 片，分镜合集。哦，好，痛啊！一条鱼闹出，还有怪哎，老粗咧，几关啊？冇去啦，哎呦，人哋行啊！干嘛嘅？哎呀，自由子啊，唔係講分鏡合集咩？怎麼可以定定定啊？哎呦，我驚到出走出來啦！你未行到出啊？哎呦，唔難明你干嘛嘅啊？有乜嘅啊？乜嘢？哎呀！不准看！哎，时钟拿好了。大口。那有乜嘅東西？这个。
我妈嘅好讲嘅，唔想用会做，唔懂阮啊，唔想你会做。爱弟，在一段婚礼里，我们都要负责任。唔要爱弟，伫婚姻度有条事，迄绝对做唔得。爱亲你嘞，爱用爱的方法，爱奥斯卡，爱一个家庭。不过，你做冇看到。姑说唔像遐其他的男美人。高铁结束嘞。就算伊呢，有条事强啊，做伙对一只家伤害，迄样的，唔样做得按此时，你想讲爱么？你想讲奥斯卡么？你对佢嘅伤害，安样会弥补？弥补嘛该啊！痛苦不快乐的不只是你们。既然安尼，缘分快乐。系讲，要争给喜爱的。不就安尼？你冇 healthy。唔免想骂我啊！来啊！爱妈求妈！维尼，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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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错的人是我？高家绑架的是小孩，把大家耍的团团转的都是小孩，为什么没有惩罚他们？为什么错的是我？为什么错的不是放风的陈雪婷，错的不是把小孩弄丢的郭立文？为什么是我？你说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那最后错的人都是我？维尼，迄人做唔错诶，维尼，迄唔错。没修，过得快乐，过得정치가 정대 정대。
Oscar 唔好安呢。Oscar，我讲唔好安呢。你做唔做乜嘅？唔错，唔错诶，一次做唔免。迄个唔系有乜嘅爱讲诶，就讲出来，来做尾头。老人讲过，来轻思念，老唔打最久感觉，乜嘅事情，你就做得讲出来。唔講啱唔啲，我講乜嘅？我該說的都說了。我去哪呀？去医院，這件事對 Oscar 上開胎，韓國幾張開嘴講法，本幾次事件啊？愛啲啊。迄講做咧現車，眼睛希望。佢每啲那種情下改做，我实在免骂。你要要警察、到媒体，出发去请给时间，硬吃到你做得搞下去了。根本的不希望去加重，我会讲给时间，我唔相信。硬吃到几条迄免唔错的，你遐全球唔讲法，你要按哪用上？好，就算讲你迄俩游戏的发起人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用蛮会爱用错了？你有没有想到，而且挑起威尼外遇，威胁奥斯卡了？因為我小凱唔是講，唔講我做這件事，唔是嘅事，冇人做得比人嘅事。那你搞我眼摸的，你做得我插手吗？好嘅啦，韓兄點乜解啊？我想我第一眼摸的，你有冇做唔錯咯？今仔做唔錯啊，唔錯嘅係維尼，係奧斯卡，唔想問佢問記到啊。小凱係愛妹哦，唔係廿番年。媽媽唔講小凱唔是㗎，阿妹聽人講。我用你愛見嘅開見啲喎。愛妹愛啲弄會搞，哪一隻生意你唔好搞啊？嚇？就係有意天天咩？佢哋下就會搞嘅做唔得搞嘅事情嘛。不說人家還怪愛啊，怪愛冇拿生意嚟搞好。好了，哦，用啥全就沒小看，全就冇資格哦，推去公法。小凱，迄件度，唔講爸爸，乖，迄件度。
不是叫你不要打这支号码了吗？你还打，更何况我不叫你不要联络了。对不起啊，但是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我打另外一只手机一直关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才……好，你要讲什么快点讲，讲完赶快挂断。昨天我被警察抓了。为什么？他好像知道我们认识，一直在注意我们，还问我有关于绑架案的事情。那现在呢？你在警察局了？没有，我逃出来了，但是我也不敢回家，怕又被他抓到。小凯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问我怎么办？我是小孩，你才是大人哎。可是这也开始是你的计划啊。那又怎样？现在全部都曝光啦，大家都知道是我做的，那怎样？你们高兴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小凯。随便啦，管你是被抓还是被发现，我都没差了。喂。姑嫂唔像遐其他的男妹呢。我妈跟我讲的，缘分快乐。在一段婚礼里，我们都要负责任。要爱的，在婚姻中有条事是绝对做唔得，就算一年。唔着死强啊！做伙对一只家的伤害。副市长到家呀！你来跟讲啊，是唔到家？讲话问你啦！我爸不在，你们找他干嘛？你囝哦，啊，拄好行啊，我带来找你爸，行。出洗洗啦，行嘛。为什么？啊，你不知道找你爸，行啊行啊，我带你去找你爸。Raider， 走啊，乖。我挑来耍嘛啦，行啊，加起来，行。你个出来呀！罗太警官吉成哥，实在唔知要请马去法律念嘅呢。念啊！我的字典里没。没人讲实话。学长，韩良嘅呢？局长，提醒啊，有幾多張嘢唔配幾多隻案呢？學長，真係案嚟算咩？我用眼睛圖咩？證圖，唔查其他案嘅證圖，就盲查啊34年嘅案嘅來到暗號，應用嘅道理咯。學長，法中嚟案嚟講咩？我用眼道理啊！我再講，我做到防老母啊！查一些，同佢溜走咧。哎，是，我演唱會現場呀！局長，啲唔判案請認真，請善忘，唔過看情形看案嘅咩？一擺單槍嘅34年咧，夠分家啦，最後咩都冇干冇失，加喊敗咧。你講有其他生意呢？啊，破壞公物偷東西，樣嘅，咩做去管起冇啦？係啦，我講啦，當行本人壓力，冇辦法做人。唔點樣去做嗬？啲嘢嗬？啲，正經啲啊！啲。滚啦！侯志良，有理啊！阿爸，你我都要啊！加政府卡好无？点点边就好啦。
冇，好，大伯呀，一人来的啦，莫安尼好无啦？好质量，恁囝即摆已经伫遮，你即慢免赶时间等顾囡仔。那你老实甲我讲，你这几工走去佗位？无啊，哪有走啊？无，你无走去味。那你为什么这几工我拢等无你的人？我甲你讲哦，你是唔通想要甲我夫妇的这条线准拄煞哦？没要中你呢。你钱哦，剃头发绝对唔会瞎啦。哦，不过这钱哦，差一些些啊。就想讲，丢钱才穷啊万啊，安尼对大部分要较好交代嘛。好交代，你要装钱晓？好，莫讲我无北长啦，我度你时间，一工，度你一工的时间。我甲你讲哦，一工你若无甲我准时倒转来，你着准备去害你顾恁囝。我无啦，阿爸，我无。唔是讲啊，哦，唔是讲。听清楚无？恁囝伫我的手头，你是唔通想要变怪哦？莫摕恁囝的性命讲生笑，有听下无？唔会啊，太婆，你放心啊，听说老钱带倒来，哦，相信啊，拜托，奶奶啊，莫对伊通出啦，哦，拜托啦，拜托啦。好啦，啊，敢紧去吼！你即摆话讲了啊，你的时间分至13点钟过1分，按紧去。阿爸，哪奶？夫子，有时候阿爸同样就会做咯。我无爱。夫子，乖哦，我无爱听你，我听你啦，阿爸。哎，怎么办？对不起。走啊，我们去旁边住。走啊。温妮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我以为这次他才是总指挥呢。不好意思，这两张帮我移到这边来。他怎么好意思来呀？温妮的儿子哦，终于开口讲话了，而且一开口就是把温妮外遇的事讲出来啊。我以为勋琪他这次也会退出耶。为什么？跟勋琪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。最先发现温妮有外遇的小凯。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，才知道小凯这孩子哦是个不简单的，心机非常的重。真不知道哦，勋琪哦怎么可以这样子装作没有事？各位妈妈，我们舞台上的东西都差不多定好位了，那我们就先从乐器简单来彩排一遍好吗？好，当然好。那我们从钢琴先开始好了，小凯，你先来。小心不要赶拍哦。对。你看看，他每一年都是小凯在弹琴啊。对啊，以为今年温妮来哦会不一样，结果是啊。你已经到马来西亚了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关于那个筹备的进度，我们就随时保持联络好了。好，好的，谢谢你，梁先生，谢谢你。南兄，你应该唔会阁这样爱天发的吼。
相关。房子像迄老唔讲几句话，讲得嘞，但像我一个人过甜。baby 啊，我相信爱，爱真经同爱你，我每一次希望，能做得很多亲密的。个事情被很多压迫，我应该就怪小凯吧。你应该唔知，小凯有对你艺术技巧，也爱掌上明珠，用假持手机的作为目架，可以了解一下，应该要行较空情人真面目。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And 结束诶。也很眼前明一拜，老公，我爱你 ，baby， 我怪爱。怪你嘛该？刘老师，公司的户头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吗？什么怎么回事？钱都被领空了。喂。嗨。银行漏洞唔会食。有乜嘅事咩？唔一下老奧斯卡啲診所。嗯。誒啲療下。嚇？你來呀做乜嘅？有咩唔知啊？奧斯卡好冇？我娘會講咯，伊種無事，又種替人親嘅。講咯。愛娘啊。唔用會想，唔會騙我。我老唔講過，我老為你嘅感情係唔兩曬嘅事情。我唔會去評斷，不過唔掉曬本細年看到，本細年親自切嘅傷害，有點我冇辦法。兄弟，我了解。有咩條路出題？一塊一步誒。我去完成伢夢想。終於吃空啦！加油，補充。好，加我來去嘅。拜。铁给路呀！救命啊！让我来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耶，你得救了。可是超人，你受伤了耶！超人本来就是要牺牲啊。这是我们倒数第2次见面喽。谢谢阿姨一直陪我玩，我也很开心可以陪你一起玩啊。不过现在可能只剩下阿姨你会这么说了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很讨厌我，同学、老师、Daddy 和妈咪都是。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？因为我会开口说话了，说了大家都不想听的话。不用担心啊，阿姨，我已经有想好新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秘密，是一个会让大家很惊讶的一个计划。
杨先生，等过2天哈，这程序办完了，款项就汇过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哦，没问题，这种事你说一声就好，我们就按照你的时辰收款。好，那不耽误你下班了，保持联络，杨先生。好，保持联络，保持联络。找到什么没有？没有哎，我们翻遍了 Coco 的办公桌和他的电脑，只知道他把所有的账户资料全部都清空带走了，什么线索也没有留下。该死！他就是算准了我们今天会拿到贷款，然后就卷走。吕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先报警？报什么警啊？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，传到梁先生那边，我以后还不要跟他做生意啊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找办法帮忙解决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真的想要帮忙，你就给我立刻去找出 Coco 的朋友，联络他的家人，就把 Coco 的下落给我找出来，我要他一毛不差的给我吐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了还不赶快去做？应该唔伫小凯有替你记数记吼，唔许去了解一下，应该要行卡空清伢真面目。喂，小凯。喂，小凯，你终于打给我了。你是谁啊？你说话啊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跟我女儿联络？可是超人，你受伤了耶！超人本来就是要牺牲啊，不用担心啊，阿姨，已经有想好新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秘密，是一个会让大家很惊讶的一个计划。
喂，係 Oscar 嘅爹哋哦。阿希，先生唔好。有冇事情啊？其實係有關 Oscar 嘅。我頭下要打電話問 Oscar 嘅媽咪，唔過佢冇接。唔怕，有咩事情攞嚟講住我。好，我想喺老年講嘅係 Oscar 近幾年自傷嘅事件，有出現一道較冇正常嘅反應。我係驚殺後來，佢會做出傷害性嘅動作。去上海拍啥嘅？每某一天，沒有可能係傷害自家。當然啦，這只是評估言行後的預測，冇一定會發生。唔過，我哋還係有一個義務要通知家長。我哋嘅，什麼情況，我會注意。唔使客氣，你係我嘅責任。先安用哦，哈。拜拜。因為科普勒斯維爾 B 猩猩將本引發血膜急救，佢嘅質量、溫度、口後架做盲查清楚啊。可是口後架不是說它是地球2.0嗎？佢係青春地球，不過離地球近遠。你看哦，有1400公里呢。就算人做地帶，用光嘅速度，要比1400年哦。真挺驚豔呢，好可惜。Oscar， 拍攝啦？為什麼要拍攝？那個行星離我們很遠，本來就是沒辦法的事啊。姑姑冇發現，唔啲嘅小馬嘅殺害唔以殺神書，你冇看姑姑哈？我不但不生你的氣，而且我還有禮物要給你。哦，真給你啊？這是我在學校畫的，給你。哇，係乜嘅主題啊？奇幻世界。奇幻世界？真給我送啊？送你。謝謝。而且。我希望你看到這幅畫的時候，就會想到我。傻瓜，姑姑答應就有送啊，在想什麼啊？下一個。迄件拄。小凱，夠啦。阿門。你係嘛？驚啊！唔緊張嘛？你唔緊張，係唔係有乜事情瞞定我係咪？我冇啊。冇係嘛？幫我玩個遊戲。我要躲起來，因為我要報復我的爸媽，他們都不關心我，我要讓他們緊張一下。喊你係你阿媽姨冇？小凱，迄嘛年的手機啊？這係我朋友的啊。也騙你嘛？這就會夾個手機，用個喊個小樂園不？個手機好嗎？之前係悶啊，都帶去飛到馬街去搞倆遊戲，你唔見講咩？我倆死啲啦，佢就係吼，飛到去報復恩良殺，真搞倆遊戲。
你这妖，你讲嘛该啊？告什么？你还唔知啊？今天发生很多嘅事情，很复杂，俺嘅补习班全就没得按用诶，就是小凯嘅游戏做成嘅啊。佢就有了手机诶，老家在国贸嘅生来哦，没出来嘅啦。搞下迄七个迄手机诶，又嘛该唔错啊？你也就唔免记嘅手机係小那個，佢就挑是用小那個手機號碼。你到底用哪本？哎呦，你有讀清楚嗎？哎呦，唔係奇怪咩？唔真奇怪，七个迄补习班的事情处理唔来，就来怪小凯。嘿啦，全就怪我啦。我哦，老哥哥，对了计划，老去脚碎，伊俩我补习班嘅事业全就不你负责嘞，我无怪慢人啊，我就怪我自家，怪我自家，因为暗相信我自家摸的。我没有想要把 Coco 赶走。你冇啊？跟都是人来讲。之前老来讲，Coco 老良心上又买贵，讲 Coco 蛋，迄真是个来假嘅。好嘞，爱弟嘞，爱弟啦。爸爸，糖奶。冇小爱糖嘞。对你哦，太失望了。爸爸真的逗皮小凯吗？爸爸爱小凯吗？我嘛，你係妹啊！爸爸最愛你啊！爸爸，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好的，因为你们还有我啊！我不想再听你讲话，我不要你的称赞，不要你关心，你烦死烦死！算了吧，他们都没救。你不要碰我啦！凊彩老公讲哦，你够配你的补鸟，黑藏伪君子。我妈跟你爸是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真的对他动心了？俺妈给没某州。他要全部你也吞啊！董明的杨素亮医师哦，破坏人家家庭，还搞人家老婆。两条路给
个上爱伊，后把个故事就存在伊该无名伊走吧，就不爱爱到自由的路口，会唔会会很多？